5月14日，聖馬弟亞 Saint Matthias 宗徒。馬弟亞嘅意思係天主的恩賜。相傳聖馬弟亞係吾主耶穌72位門徒之一。耶穌曾經派遣呢72位門徒2人一批去各地傳揚福音。根據宗徒大事錄嘅記載，馬弟亞係耶穌傳教嘅3年期內，由吾主耶穌喺約旦河受洗至到佢升天為止，始終追隨左右。耶穌升天之後，聖伯多祿就宣布應該選舉一位門徒，填補叛徒猶達斯嘅遺缺。大家就推選咗2位候選人，表決結果，馬弟亞當選，就被列入12位宗徒之中。聖神降臨之後，佢領受咗聖神，熱烈從事傳教工作。佢嘅工作區域包括猶太同其他各地。佢強調刻苦肉身嘅重要性，並且以身作則，勤操苦行。佢嘅足跡遍及卡帕多西亞同埋沿海岸嘅地區，喺高都遇難，獲得致命嘅榮冠。相傳佢係釘死喺十字架上嘅。